有啲嘢你一直都好想做，但係你每一次都同自己講仲未係時候。你有冇發現呢個時候好似永遠都仲未到咁樣呢？其實我哋最驚嘅並唔係失敗，而係改變。因為當你一開始行動，就代表你哋要離開熟悉嘅狀態，唔知道到底跟住落嚟會發生啲咩事。但係你可以試下回想一下，每一次當你鼓起勇氣咁樣踏出一步，係咪發現其實個結果冇你想象裏面咁可怕，甚至可能比你諗嘅更加好？而家開始試下做一件你一直想做但係未行動嘅事，你可以試下換一個新髮型，又或者係正式咁樣計劃你一直想發展嘅新方向。你有啲咩想做，又願唔願意承諾自己去採取呢一個行動？嗰一啲你成日都話你好想做嘅嘢，到底係咪你真正想要？而家就即刻承諾自己採取行動，宇宙嘅能量會幫助你走向成功，我哋一齊加油啦！